伫咧花莲的东华大学，最近成功甲原本的招待所东华会馆改做旅社，挂包互人经营，将做全国第一间学校会馆变旅社案例。未来唔但会当招待学生甲家长，各地观光客嘛会使来住。花莲国立东华大学占地251公顷，是全国面积上大的大学。因伫受风乡较偏僻，附近是无啥物所在通住，学生家长来遮，也是学术单位来办座谈，定敢若会当住伫学校的东华会馆。像我自己的家长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会蛮烦恼住宿问题，因为附近其实还是需要找这样。不过，学校的会馆也是招待所，是无一定符合旅馆的使用。为了符合立法院105年相关机关一组套房的法规，东华大学10当前向花莲县府申请变更执照，成功对 H1的招待所变更做B系的旅馆业。原本是只能做跟教育目的有关系的招待所，现在呢，它可以供作这个不特定人的这个旅馆使用。那当然就是未来会有一个经营的模式啦。学校讲，未来东华会馆会委外互民间来经营，以后唔但是学生家长，也是学术单位会当使用，连一般的旅客也是团体拢会当来住。希望经营层能代表我们东华，能代表我们花莲，好是一个高级的一个代表式，希望成为一个地标。好，现在已经在处理做内装以及做消防，那很顺利的话，在明年应该就可以上线。伫观光业者的部分，因大多数拢认为讲，学校的会馆委外了后，市场应该真好，希望开放了后，会当变作受风乡，甚至是花莲县有代表性的精品旅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